也因为大陆冷气团影响，今日是愈换愈冷。拜四阁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来报道，中央部早时甲暗时温度是差真济，嘛请各位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天气变化。拜一上班一透早气温真低，真侪人拢会想要暖一下。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，北部甲东北部气温是愈换愈寒，其他地区早暗也会凉凉，温差是爱特别注意的。气象署预估，各地暗时的低温，中部以北、东北部甲东部差不多是15度，南部甲华东地区低温也会降到18、9度。今天迎风面云量会比较多。水汽也会增加，降雨主要分布在桃园以北，还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、恒春半岛。其中又以基隆北海岸、宜兰花莲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。中南部平地还是可以维持多云到晴。气象专家林德温表示，这波冷气团佮加上当时有配合华南分系刷向东的影响，落雨的范围也会对咧扩大。拜四要来的后一波冷空气，同款嘛是大陆冷气团的顶级，所以气温要变小热，要搁爱等一站。周二前是比较湿冷，尤其是周二明天，华南云系东移，水汽比较多。3000公尺以上高山还有可能会有零星飘雪或结霜、路面结冰的情形。周三以后是转干。连续2波冷气团到位，这礼拜温度起起落落，尤其拜二暗到拜三透早，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，局部较看空的所在可能敢若12、13度。林德温提醒，伫3月8进前，天气要变小热的几率并无悬，所以叶仔暂且莫收入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